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台北捷运有民众失控含车混人起冲突，另外台中捷运也要提供盾牌当土啊，要让民众当着攻击时阵会当放心。有民众去中国参加展览，说互按罪名，腾刚刚检查，也有旅行团去中国，一个民众互拘留几落天才放倒回来。有民间团体参加德国 SB 60会前会用台语发表演讲，这也是头一届有台湾人用台语伫联合国场合发表。讲到今仔日台北捷运也传出着冲突事件，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呢，伊伫咧淡水线二线车厢内面熊失控，对一个青训人士起火叫，甚至是要共攻击。有人看讲这办事唔对，要甲人扭开，说公亲变事主，互拍惨落。落尾是4、5个旅客甲人饲咧涂骹，警察赶到位，甲人铐起来。落尾是伫咧台大病院站带落车。这员警力到场，甲人铐起来管束，但查某人情绪真激动，手一直比。几分钟前，伊伫列车内面想要攻击乘客。车厢内面是乱糟糟，有人在喊救命。迄当中有民众看这个情形，随过去斗相共。他就一直喊，我觉得跟政治有点关系的东西啊。他那时候就是感觉要爆冲了嘛。那我又听到人家喊救命，所以我才出手去挡一下。这都会挣扎，所以你说受伤那个。都还好，没有到很严重，就淤青而已。查甫人红掠的，佮一直叮当，中时扭来扭去，但是发生伫初7早起10点外，这个20多岁查甫人是坐台北捷运淡水线二线，忽然间伫车厢内面失控，对一个查某乘客是大细声一直嚷，甚至佮捉对方想要甲攻击，对单程是开4几个乘客拢加入，做伙甲人压制。我们同仁在台北车站月台上车的时候，已看到4、5位民众将陈男压制在车厢地板上。救护人员评估不需就医，由站方人员及保全陪同陈男离站。有旅客按压对讲机，行控中心立刻请中山站的站务人员跟保全人员上车，站务人员随车陪同警戒，并没有影响营运。台北捷运公司是接到通报，站务员随上车来介护，列车到台北车头嘛有捷运警察，都有工时结束，准备要坐车，随陪同来处理。伫台大病院站甲人带落车，只是台中捷运逼出随机攻击，才无偌久，台北捷运嘛发生相同的情形，真侪民众即马坐车拢提高戒备。不太会在捷运上玩手机啊，我也怕哪一天会不小心遇到怪人这样子。带防狼喷雾啊，然后或是就是音乐调小声一点，然后不要睡着这样。有的人是出去坐车加走雨伞，也是防狼喷雾，嘛有人坐捷运，无过一直在耍手机啊。这摆好佳在无代志，但是警方提醒讲，只要有可疑的人事物，会记利用对讲机，也是卡110来报案，把潜在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台中捷运顶个月发生乱杀人的事件，为了要强化捷运的防护，除了有警察伫车厢巡逻以外，即马车站也有先放盾牌和灯土啊，甚至有技术教官指导站务员和保全要安怎使用。做一个防护的动作，这边做，必要时可以借由两侧的部分去攻击对方。警察示范这盾牌，唔乃使防卫手动，也使反制。另外有一支会使春秋的长土啊，会用伫较远的所在有效来压制攻击者。台中捷运顶个月2月发生压倒杀人的事件了后，捷运警察队伫个车站拢有先放这个盾牌，也有长土啊，结果配合捷运公司家己买的棍啊，提升站务员甲保全的防护能力，增强捷运公司站务及保全人员的自卫能量与应变能力。为此，各车站民众的巡务处预置防爆钢叉、避盾，另捷运公司亦配置有长棍与防护喷雾剂。很好啊，就要保护站在一线的人啊，有更好的配备去保护他们的时候，至少在遇到事情的当下，是可以大家至少基本是安全的啦。中捷公司啊，请来台中市警察局技术教官亲身来指导装备使用技巧，甲模仿安怎来制服歹徒。站务中心讲，就正伫采买防刮擦的牌啊，也有防范切刮剑术的手套。未来会和保全人员早提身躯边，强化捷运沿线防护。采购额外的我们的一些防割刺的背包，一些防切割的战术手套，以及我们可以防护用的一些辣椒水喷剂，
等等这些，我们后续也会采购到位。捷运警察队讲，对车日开始，中捷随车已经列配置解决1名，配合保全也是随车员，执行列车安全的维护。未来也会随时来检讨群配规划，提升民众对到公共运输安全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有咱台湾的民众去到中国参加展览，说防认定讲有传播色情影像嫌疑，互中国的公安带走，甚至是要求讲爱烫光光检查。另外，陆委会也公布有咱去中国旅行团其中的成员半路互掠走，拘留几多天。虽然人已经放倒回来啊，陆委会也表示，建议民众若准备去中国香港、澳门，上好是上平台登录资料。手提花翕相做纪念，原地真期待去中国南京参加展览。卡哪都想袂到讲，这逝去会成做一场噩梦。摄影师林先生讲，迄天去遐摆摊，无到半点钟，因的摄影机就去互当地公安没收，连人马上带登去调查。我真的始料未及，因为就想过都已经通过主办方的确定，然后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就到公安局之后就被上手铐，然后我的电话就交给他们，他们要求我把密码给他们，然后进去之后就让我脱光检查。其实林先生因过嘛捌去中国参加展览，伊作品的风格大部分是当地的摄影，这几届去摆摊拢无代志，这届出发进前嘛有通过主办单位的审核。不过，中国的公安认定讲，伊涉嫌传播猥亵的图像，要受到行政拘留。陆委会嘛证实，昨日有国内旅行团去中国旅游，有一个团员伫行程的过程当中，互带走留伫遐。伫旅行团回来了后，人才去互放出来。观光署讲，旅行社有通报，不过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无方便说明。附录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要审慎做好评估，也一定要到我们陆港澳这个动态这个平台好去申请哈。你被留置可能是之前你就像你去其他国家一样，你可能之前你在那个国家你可能有什么状况吧，记录你才会有这种情况莫名其妙被留置的那个都不可能行政院提醒民众，若去中国旅游，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不过两方关系无改善，去中国的集团令敢会当解除，也唔知影。海基会新的董事长郑文灿测试上任，要是强调两方稳定开放，对两岸的稳健开放、逐阶段的开放，我们是准备好了。毕竟这个两岸的关系是我们国家生存发展重中之重。郑文灿表示，两方透过交流会当减少意外、降低风险，和和平加做共同的语言，是政府上大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伤空伤芳威胁台海，若准这中国逼到咱的12海里，咱的国军敢会反击呢？针对肖战第1击的定机，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咱无第1击，干那自我防卫。这款的讲法，含前部长胡国正是无共款的，引起大家关注。郭立雄是解说讲，国防部会看中国威胁的程度，做出自我防卫，一切拢有完整的规范。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强军继续交代。国防部悄悄发布，查到强机6只、强弹6只，加海警船4只伫台海活动，两方爆发冲突的风险欠悬。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国军无第1击，只有自卫权。甲前部长邱国正论点无同，若强军接近12海里，国军是不是用自卫推程引起关注？我们是威胁的程度来和比例性的来行使我们自卫的权利。那相关的这些处置的规定呢，都在我们土瓦状况处置规定里面都有做过一个完整的律定。对美国军会上访问台湾，建议台湾就俄乌战争的经验发展无人机系统。郭立雄表示，正积极甲民间的调会，有牵涉到一些相关的 AI 系统比如说要靠介质来做敌我辨识，然后完整的击杀链限制等等。我想我们这个部分都会来尽量来寻求国内外这个先进的这些成熟的技术来加以引进。台湾面对中共中间地带侵扰，美国战略甲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对台提出建议，透过空中卫星侦测可疑船只，配合无人机进行主动辨识。Figure out how best to respond to this threat to really the international law.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I think it set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aiwan's role as a champ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opposed to the PRC. 海警船、那个公务船，然后甚至于是海上民兵，从东海一路到南海，甚至于在印度洋，
在南太平洋都可以进行所谓的灰区行动。美英加俄纽5国组成的情报联盟5间联盟，将压强军来积极招募西方退伍的飞官，训练中国飞行员，强化空中作战能力。郭立雄表示，双方在大海空中拢会拄到，国军会甲友好国家继续精进战机战法的演练。记者综合报道。空军官校的学生齐和平用公费留学名义去美国空军官校读册，不过伊妈妈和外妈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的时阵，3个人伫半路发生真严重的车祸，也因为这医疗费用爱真侪钱。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加速状况稳定，会尽全力斗3天。也那科罗拉多台湾人急难救助会也发起募款，已经募到美金8万块，要帮助因渡过难关。相片内面和妈妈外妈真欢喜咧做伙翕相，伊是空军官校的学生齐和平，成绩是真好，得到美国空军官校每4当伫台湾选3个人去公费留学的名额，去美国留学4年，代表优秀毕业生去美国西点军校交流。今年毕业，妈妈和外妈特别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所发生严重车祸，中国有性命危险，齐和平本人是无安怎。现在主要就是因为医疗费的那个相当的巨额。那现在好的消息就是说，他的妈妈跟外婆是相对的是稳定的。现在医疗费的筹获，我们正在帮忙募集。那我们会希望能够尽最大努力来协助他们。空军司令部讲，伫事发了后的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病院来关心，嘛慰问伫台湾的家属。目前正在问美国民航医疗专机的费用，针对保险赔是无够纳医疗费用。空军官校实施捐钱的口罩，另外，这医疗专机转来了后，会帮助转移治疗。目前初估，逐工的医疗费是超过2万美金，但是7号病的家境恐惊是无法度负担，加上还未正式任官，家属无法度有眷属的待遇，军方嘛无法度用公费来纳。今晚有民团徛出来斗3工，愿意斗纳医疗专机的钱。我有特别的跟空军司令部讲，就是他如果说只要他的安全无虞，可以透过医疗专机又后送回台湾的话，我说我们这边我们会来尽量来协助。科罗拉多台湾同乡会和科罗拉多台湾人紧急救助会是发起募款，目前已经有加起来超过8万美金的善款，希望结合外界善心，让7号病一家伙顺利渡过难关，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国会这款法案，行政院昨提出复议，国民党团的保坤基就讲，复议若准失败，行政院长杜永泰敢要落台负责嘞。杜永泰是表示讲，照宪法无实质的选项，也问保坤基敢要放弃倒局。保坤基是批评杜永泰是在恐吓在野党，若准是倒局，总统会全面解散国会，也强调复议失败，行政院长落台是政治责任。国会这款法案，行政院初六提出复议，已经送到总统府，6千条许可了后，就会移送立法院复议。不过，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坤基质疑讲，复议若失败，行政院长杜永泰敢会负政治责任落台。杜永泰切亲嘛反击，依照新修订的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第2款的规定，行政院长没有辞职的选项。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萁委员，您有第3款的选项，您要不要放弃？杜永泰问鲍坤基，敢袂放弃倒局权？鲍坤基透过声明反击，批评杜永泰是想要恐吓在野党，若甲倒局，总统就会全面解散国会。嘛强调复议失败，行政院长落台是政治责任。南亚立委赖士宝批评杜永泰是咧向立法院宣战，不过民进党团因为复议案表决的释出，那像变袂过那白，要招6个南亚的立委投反对。民进党团批评行政院复议7大理由是作恶。你把行政院自己当太上皇一样，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案子怎么会行政院在旁边指指点点呢？向立法院宣战。现在起义来归，最好的途径就是复议案，我们需要6勇士，我们欢迎他提不信案。解散国会，大家全面改选。由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院会当中带头造谣。不过，像批评行政院复议的理由是假消息。不过，杜永泰嘛回呛讲，啥物人的公信度较强，由社会来判断。因为复议案调查的看法是真无共款，无排除需要请杜永泰去立法院说明。估计上紧表决的时间会伫18立法院议会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花东交通建设三法，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表示，要分开讨论，大声处理花东快速道路。国民党的王宏伟表示，进前党团会议有达成共识，慢车来推动，无时间表。民进党是今个在批评鲍坤基和黄国昌是想要联合硬通过假钱法案，呼吁这南北立委就爱贴案一事。行政看大车要来花莲骑车2天，民进党主席郭文哲也要协助进行花莲的观光。不过出发进前，先对立法院最近争议焦点花东交通建设三法，完全支持的民进党经郭文哲清楚表示，三案应该分开来讨论，而且应该爱优先处理花东快速道路。3个应该个别讨论了，建构一个比较安全、快速的这种交通干线，其实有需要，所以花东这一条。花东快的话，我们原则上应该是优先处理。花东三法包含花东快速道路、国道6号延伸、宽度高铁。过去几天，对立法院调阅一直查，对国道6号东延到花莲、宽度高铁，郭文哲无主张用特别预算，爱一步一步经过财务评估，若无合理就莫兴建。虽然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前来搁再讲3案专定 BOT， 政府免出钱，但过党团干部却是讲，这是党团的会议达成共识，会暂缓推动。当他把花东三法污名化成为前坑法案之后呢，我们亦要跟外界对话。花东三法的通过没有 deadline， 也就是说，并没有说限定一定要在几月几号之前一定要通过。民众党也没踩刹车，而且反而因为民众党一起提案，就代表立法院过半的嘛，可以撸过去啊嘛，而让这个油门吹下去之后，失速打滑嘛。民进党是批评鲍坤基甲黄国昌联手，想要硬来通过这个健康的法案，呼吁其他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莫忽视民意，应该贴案，因为鲍坤基也应该请示国民党团总调职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有新地民众去云林北港开买2000块买8块大饼，过当天才发现讲这大饼拢生干，详细甲看有6块已经过期14天，今麦卫生局也要查咯。在新地的靠城市，这个月2号前往北港妈祖庙拜拜，顺手买一个半手礼北港大饼，要等去新地给亲朋好友食。但开将近2000块买8块大饼，没想到过港却发现有的大饼已经生过。一开始开第一块是没问题嘛，打开来看到这个状况，一看其实就很明显是发霉了。对对对。然后又看它的制造有效日期都标示的。不是很近，像这一块，像我们6月2号买的吧，它这印的都有这样重复。确实是表示，详细看8块大饼中，其中有6块大饼有效期限竟然是5月21号，已经过期14天，还是中和印象日期，只是店家有改表一路。对此，云林县卫生局接到民众的投诉，这样稽查，虽然无发现改表状况，但依照民众提供影像，将进行调查。这个涉及不实的一个疑虑啊，所以呢，我们就依照我们的一个行政的一个程序啊，按照行政法规定的第39条函请业者以书面或是亲自到我们卫生局来做一个意见陈述啊。那后续如果发现它确实有违反的一个食品安全规定的一个相关问题的话，我们依照这个食安法第44条处罚6万到6万以上到2亿元。针对被投诉饼店，店家表示袂阁加讲，但对当事者表示抱歉，嘛将买饼的费用全部退予消费者，所以交由卫生局查核。至于卫生局就讲，若经调查违反食安法，将依规定进行裁处。记者张君豪、王伟雄，新竹云林综合报道。台南的海边有人伫咧回收鹅饼，不过环保团体也发现讲，除了鹅饼，还有真侪玻璃笼或者是塑胶材质的浮动伫遐附近，飞加满世界，所以政府就要禁止使用这2种材质来做浮动。来到鹿儿门溪和十门溪中的海边这一早起，团团的成员是看到现场踏真侪壳仔棚，和开始分解的发泡的塑胶铺具，和本地真水的海岸线拢变形。意思是海上卖赴回收的蚵仔棚互冲起来，对这渔港算目较紧澄清，讲是蚵仔笼自主回收。科民要把蚵棚回收的最后的1个月，把它用船把它拖到岸边，委外厂商会把它
收到一个暂置区之后，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去化。市府讲会派厂商来回收，但是看团观察已经分解散喷喷、佮脆糊糊的铺具。最近几年，红叫做普利洞的 EPS 铺具虽然是大减少，但代替伊的发泡塑胶 EPP 铺具嘛是分解脆去。政府说要改进，然后现在用了所谓的 EPP， 但是 EPP 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材质。 它跟保丽龙其实是一样的制成，里面其实是很容易破碎的，比保丽龙还容易破碎。脆气的铺具在岸边变作塑胶微粒的污染，变作海沙堡主要的污染源。款团嘛呼吁政府，加紧用 PE 颜色铺桶，专门出台 EPS 和 EPP 材质的铺具。今年的话，我们就会来修改我们的自治条例，来办理我们的保丽龙去化。 针对一些比较会发泡式的一些浮具，我们也都没有在辅助的，然后我们会用 PE 的部分来做辅导。渔港所讲，蚵仔笼大部分拢加欠，会当用到加减用，需要一步一步来辅导。另外，最近几年为着减少海废料，推广的新式的蚵仔棚，因为伊的结构也无法度对抗强烈风台，搁伫试验的阶段，已经请专家学者做伙研发改进，希望对各方面来改善蚵仔棚变海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今年11月要举办，伫咧正式会议进前呢，6月初3开始，会先伫咧德国召开 SB60会证会。台湾有民间团体组成亚太永续行动学院参加，甚至伫6月初6，佮用台语发表福尔摩沙基建甲永续发展这个主题，这是头一届有台湾人用台语伫联合国的场合公开发表。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今年11月要伫亚西拜占举办，这是一个讨论气候变迁议题的上重要的全球论坛。在正式会议进前，自6月初3开始有先在德国普温召开 SB60会证会，台湾有学者、NGO、媒体等等，以民间团体的身份组成亚太永续行动学院去参加，甚至用台语上台发表报告。我是林明杰，我来自台湾。 真希望台湾有一天会用成为咱世界的公民。兵团伫6月初6用台语发表的主题是福尔摩沙语言甲永续发展，这也是历来头一届有人用台语在联合国的正式场合演说。推动台语发表的林英德表示，这是伊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代志，真欢喜会当互台语伫国际发声。 目前大概以我看官方甲我讲的这部分，大概有197个组织，然后差不多6700外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那差不多100外个国家来，也是讲伯恩这个气候大会嘛是咱的每一次 COP。 可能前置的一寡动作甲决议，拢会伫遮先演练也是讨论。民团表示，这届因伫会前有向主办方要求以咱的本土语言发表，也得到同意。不过时间上逼，主办方未付请翻译。今日民团是讲，因为常常听到青分的语言，一寡外国人说电动对台湾愈有兴趣，会后嘛有真热情的交流。啊，佮当阮用台语讲的时候，因会反而讲，真特别，所以因就开始看阮的简报。 甚至连手机对阮的荧幕上的英文去做翻译，因希望知影讲，互咱台湾人用台语讲这个内容，是要讲啥物话。民团指出，尊重无共的社会文化，减少无平等的对待，这嘛是永续发展目标当中真重要的一项。伊嘛真感谢主办方实践永续发展目标的理念，互因用台湾话来讲台湾民间对 SDG 甲 ESG 的拍拼甲贡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罗西亚、西佩里亚西南部城市克迈洛夫初6发生正严重车祸，有一台电车落架时阵，可能是失去控制，速度更加把这旅客害出去，佮去弄到另外一台电车，造成一个人死亡，100外人受伤意外。另外讲到这喜马拉雅山北有山友因为暴风雪来过往，目前死亡9个人拢是印度籍的民众。 敢是去倒边的轻便电车车速真紧，转弯的时阵车门已经合袂起来啊！所以就看到至少有2个乘客摔出车外。这惊人的景象发生伫俄罗斯西佩里亚西南部城市克迈洛夫，当地一台轻便电车7日早时伫铁轨路顶面失速，造成乘客轰摔出去，也弄到另外一台正伫车站伫停靠要载客电车，造成中断死伤的情形。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аварии пострадали водитель и пассажиры трамваев, один из которых скончался. Остальны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ая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Точное число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и степень тяжести причиненного вреда их здоровью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官员后来指出，受伤人数有108人。如果官方媒体塔斯消息报道，伤者包含7个未成年的人。电车为安怎失去控制，由于也过爱调查。不过调查人员认为讲，另外的措施甲技术的故障拢是可能原因。当地政府是讲，科派洛夫轻便电车的设施真老旧，部分的车辆甚至已经开40年啊，真需要太旧换新。也伫南马印度也传出意外，一个22人的登山队测试伫喜马拉雅山脉进行途中，拄到暴风雪，被迫转来营地，只好就地来避难。也过于风雪伤大，部分的山友未堪的暗时真寒，不幸来罹难。Yesterday, 5 bodies were recovered. By then, the weather again turned downwards, and the body rescue was deferred till today. Today morning, 4 more bodies have been rescued. 死亡的9个人拢是印度籍，另外有8个人互救起来。领队的登山协会强调，伤亡的人拢是经验真丰富的山友。印度政府是讲，山友死因甲真歹天气有关系。即阵幸存者甲死者遗体拢已经运送到安全的所在。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以色列策略用轻度武装分子做理由攻击加沙走廊的中部，也个约旦河西岸，又去空袭一间联合国协助避难的学校，上无有40个人死亡。以色列军方针对加沙走廊中部纽瑟拉特地区的一间学校发动空袭了后，伤亡的患者一个一个一直红光出来，送去附近的阿克萨烈士病院。患者坐到干那会当倒伫走廊等医生来。一个规面全伤的查甫囡仔，骹腿天10针，而且因老爸才打过往。اللي بلاقي البلوك جاء على راسه وبعدين يجي بلوك تاني جاء على رجلي وبعدين يتغير أبوي جاء كل البلوكات جاء على راسه. We are seeing a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on a scale that it's very hard to believe unless you see it, with many children, but also people of all ages injured, killed, disabled for life. 受到攻击的学校是联合国当兵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协助设立的，内底庇护6000个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方发声明，讲内底有哈马斯的据点，而且讲这个行动消灭30个目标内底9个人。然后联合国批评讲，这是一个悲剧性而且真恐怖的攻击。唔但是加沙走廊，以色列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镇压的行动是愈来愈加悬。以色列军方策略第一阶段的行动，出动直升机甲武装分子车拼，造成3个人死亡，10多个人受伤。联合国指出，去年10月初7以哈冲突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个巴勒斯坦人伫西岸去互以色列军方或者是屯垦区的犹太人杀害。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大真的表示，虽然多方作战面临复杂的国际压力，不过伊决心要改变国家的安全现实。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讲到辉达的市值已经超过3条，赢过 Apple 排伫个世界第2。辉达的股价一直抢悬，这辉达的股票卖出是新型黄金甲石油同款，消费者大家是3钱要投资。不过，即摆有风声讲，美国司法部甲联邦部委员会达成协议，要调查微软，也有这个 OpenAI， 甚至是辉达，看这个厂商看敢有这独占市场情形。晶片大厂辉达目前伫 AI 战场有主导地位，因为科技公司伫即届 AI 大流行，小争抢买辉达的晶片。不过，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知影消息的人士也讲法报道，美国司法部甲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已经有达成协议，要对微软、OpenAI 甲辉达展开反独占的调查。The fact that AI demand for these services has completely gone supernova in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to a year. There's just not an alternative really for NVIDIA's design chips. 司法部要调查辉达敢有违反反独占法 ，FTC 是要审查微软甲 OpenAI， 这原来是联邦监管机构对 AI 监管审查有升级的强烈迹象。其实，为今年1月开始，美国政府就已经展开行动 ，FTC 针对微软投资 OpenAI， 也有 Google 加亚马逊对 AI 新创公司的投资，这拢有展开相关的调查。
FTC 官员讲，希望会当伫一日开始就找出问题，毋是问题已经电机啊才发现，安尼就真歹纠正。目前微软、OpenAI 甲辉达对这项代志拢无回应。另外，最近辉达的股价已经起到历史的新高，有分析师是讲，这互辉达的股票煞变做新黄金甲石油，也吸引真侪消费者来投资。AI is really a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s playing out. These chips are the new gold, the new oil, in terms of what NVIDIA is producing. And it's enabling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o access applications and data they've never been able to access. And that's why it's really creating what's an AI revolution across tech. 2024年到即嘛，辉达的股票大起147%，对微软、Meta 甲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相争建立 AI 运算能力，高想要主导新技术，对辉达生产的顶级处理器的需求，敢若会增加未减少。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小美董事长苏姿丰今登去台南出席南方半导体论坛活动。苏姿丰演讲当中也讲到，小美有真侪优秀同伴，其中也包括台积电等等。台湾伫供应链当中是真重要角色。也若小美的研发中心敢会设伫咧台南呢？苏姿丰的老爸表示讲，希望是设伫台南。大家好。超美董事长甲执行长苏姿丰，当去甲伊出席的所在台南参加南方半导体演讲，伊用华语甲大家小酒问。苏姿丰讲，台湾产业的生态真特别，有真侪科技组织做伙，互大家做伙甲科技推广去全世界。So lucky to have a great set of partners, including many partners that are here in Taiwan. TSMC, our design partners, our supply chain partners, all come together because it is so complicated to build these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Taiwan is so important in bringing together that supply chain. 甲苏姿丰对谈的，还有宏基董事长陈俊成，两个人伫台顶互相分享共同点，因拢甲台南有关系，嘛拢捌伫 IBM 做事，而且拢做半导体产业之道。也若对未来 AI 科技的世代，苏姿丰嘛提出伊的看法。AI being everywhere. So AI will be in every application, every product, really across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use. But we should be excited to see AI in all of these devices because they will all make us experience. 会后，苏姿丰还阁去场外甲学生对谈，伊鼓励学生爱有梦想，毋过阁较爱有耐心。伫学习的期间，家己操拍好。毋过伫演讲进前，苏姿丰因老爸嘛甲台南市长黄伟体做伙受访，各界拢真关注超美研发中心会进驻倒一个馆区。当然最好就是在他的故乡，这个更有意义是这样子，但是。在商言商嘛，交通、地理位置，包括水电供应，包括人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在台南来讲，跟其他城市评比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伫台南出席的苏姿丰，敢会登去故乡设立超美研发中心。苏姿丰是也无明确表示，毋过看这个办势，台湾百面会迎接 AI 新的世代。记者综合报道。辉达执行长黄金芬采纳表示，辉达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会设伫供电充足所在，也讲到电的问题是挑战。也若经济部长郭智辉本地时表示，这核三厂无法度延后，若是修法会当搁再评估。也郭智辉时也搁再讲到，台湾力量充足，外界烦恼是无必要的。台湾电力供应问题，随辉达执行长黄玲芬甲美国商会提出疑问了后，电力迅速度稳定供应，核电迅速度演绎也是重新启动，将这最近热门的议题。经济部长郭智辉初次出席立法院时表示，台湾力量充足。我想，这个外界的担心哈，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目前的准备都是够的。经济部长郭智辉强调，政力量充足，也对外表示，核电即阵无考虑放伫备载电力中。就连行政院长杜永泰初次也对外回应，经济部甲行政院伫经过初六甲立委食饭了后，对着恢复加强，大家立场一致。这个大动作对外强调，行政院甲经济部微强调，是因为经济部长郭智辉初六到高雄时才指出，伫法的结果之下，核三厂无得演绎，要不若是提调法的问题，会开始来评估检验是毋是适用。洪改头是支持核能，甚至传出引起部分民进党立委不满。比较开明，比较能够帮产业界想的，产业界能够发展的，跟民进党抱持的青出白亚
脑袋还留在20世纪，他们目前还在角力这个阶段。部长的意见、民进党团的意见，还有国民党，还有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都应该综合考量。一个是修法的问题，一个是核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源政策确定要有做个很大的改变的话，我们的确希望行政部门跟执政党能够负起责任，提出相关的修法，不要嘴巴讲讲，最后又打假球。回合港政策未来是不是动摇，引起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无同的看法。只是台湾电力供应甲力量是毋是都充足，也是产业界质疑的声音，搁再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拜六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51节假期，拜五下晡呢，就有人提早休困啊。气象署也要提醒民众，暗了后，金门马祖会开始大忙，且民众就要注意机场航班的动态。另外，如果这高速公路是拜六早起路南上塌，若讲到台铁高铁较热的时段已经未了咯。华东地区因为受到地动影响，去到东部的人也变较少啊。韩国台的民众塞行李箱啊，准备坐火车去花莲旅游。真侪住华东的民众嘛，提前半工转去。真侪人拢感觉这摆年假去东部的火车票较好买的人嘛较少。旅客应该是比较少，可是返乡的人还是会有。现在其实票释出之后，就是也可以再买得到票这样子。花莲玩的人就比较少。对，可能都是要回家的，对。第八种在年假所运的高峰，台铁是加开99列次，高铁是加开112班次的列车。高铁会移动调整自由座车厢的配置数，必要的时阵会启动自由座的人潮管制。因为去年的中秋年假，伫台中的高铁站发生一大堆人要坐自由座排到落长，交通部嘛要求台铁配合台令，那高铁无法度消化，就加开列车。台铁跟高铁有合作，好，如果有这个排长龙的这个状况，那台铁这边在乌日站就会加开台中乌日到台北的专案的这个加班列车哈，那来疏解这个人潮。在国道的部分，拜五下晡国道5号到南的交通量比去年同期是减了2成。这个是受花莲第肉粽节年假停班都干那1成外的影响。西部国道安顺路南的尖峰时段是拜六早起，北部国道对早起7点就会车侪歹行。在南向的部分呢，会建议在尖峰时段之前，就是西部国道是6点前，国五是5点前出发。气象署提醒讲，肉粽节年假是受到低压和锋面的影响，天气袂稳，对拜五暗时开始到拜六，马祖和金门卡的低温也是大忙，要注意相关航班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4月望景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波。气象署讲，台湾今日天气确实正符合这句俗语。这6月中雨水会变较少，温度也正悬。讲到这51日假期呢，有关会落雨，请民众要特别注意。俗语讲，袂食5日节粽，破球唔甘放。5日节连续假期要到咯，毋过全台天气拢无稳定，毋是乌阴天就是落雨天，气温嘛是连咪热连咪寒。气象署提醒，刷来这几天各地高温拢会升悬到30度。拜六开始，南部、东南部各地山区无定时也会落短时间内的强降雨，过昼嘛要注意西北雨，而且雨会延续到5日节了后。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以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为主哦。那留意一下，就是说像是在山区的部分，因为午后的热力的作用之下，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到了就是连假的后2天来讲的话，台湾的北方海面会有一个锋面会有逐渐建立一个情况，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另外，俗语嘛讲4月望景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波。形容24节气中，望景即天若落雨，刷来5月会有雨，6月会降温。气象署讲，这句话其实是咧形容这个季节的天气形态。根据因当年用科学观察的记录，古早人真正充满生活智慧。农历的4、5月就梅雨季，5、6月，那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时期。那这时候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气候上来说，在梅雨季节过后，通常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高温，就太平洋副高比较增强的时期，所以雨量会比较变少，跟夜雨是还蛮符合的。气象署讲，以目前的预测，今年雨大概会落到6月中，刷来水气会变少，温度会升悬，就真正进入热人的天气形态。5日节过刷6月中了后，民众就会当迎接热天。气象科选柯明哲台北报道。今年的5、6月啊，就来到天狗这个流行期。最近各地头天气是无讲介稳定，变啊落雨过就定定所在积水，这也是这碳排放密度指数加悬的原因。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全国已经有261人去抵着天狗热，各地头是加强防疫。卫生局就呼吁讲，大家就要提高警觉，加强摒扫，避免天狗节搁再摊开。
客家人员关前过后，来询倒位有积水。像安尼无清好势，白网潭密度指数就会压悬。但是政府4月到6月开出要300张的罚单，天高嘅去年拖甲真严重，高单游玩侪人放外花，积水容器无清，地输生网潭。即阵淡市各区公所设无共的防治措施，北区公所要免费照民众天高棒来检查水槽，南区公所是分3阶段加强巡查，希望降低产生天高嘅风险。以往拢会喷药啊，但是喷药啊对大家有造成真侪无方便，所以大家帮防治的工作拢会当互相趣味到尾提醒安尼。里长率领咱的职工啊针对游览phòng指数较悬的所在周围范围来加强巡查。阮公所主管有那带领同仁会过来复查。根据统计，今年台南天高嘅本土甲境外病例计有28人，那全国嘛已经累计有261个人。卫生局讲，虽然台南国里内拢有放12个城网仔桶仔做检测，因也是呼吁民众安生富贵，天气无稳定，落雨了后爱加强摒扫。迄即细段时就是大家民众拢比较容易袂积极的，落雨天了会袂积极，就较会搞新着雨水。像这款的情形下，若无去改变就较容易滋生登革热、病媒蚊。近日，登防中心针对于高风险场域及人口密集的社区进行滋生源的一个检查，共查获了125个积水容器，那其中23个容器滋生了一个病媒蚊的情形。那现场已经立即清除并开立罚单。卫生局指出，每当5、6月是进入天高热的流行期，提醒乡亲千万唔通积水饲网仔，以免互天高热伫社区滚甲团开。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有一个学生竟然把车停伫咧学校停车场，想要到过2礼拜外去看车的时阵，发现讲规台奥多拜拢去互宣传。专家表示讲，这是压果尘，是因为真高生炭才会短时间内生甲满满死。顶仔甲头前的车链颠掉的机车行的头家，清买2点钟才清煞。这台机车拄买半冬，竟然会生电，大家拢真惊奇。原来车主是高雄科技大学学生，甲机车停伫南马溪校区停车场买2礼拜，落尾才发现为车头头前的房仔到椅仔下面的线拢有电。机车行的头家表示讲，加在另早发现，若无到时生烫，就会加线路，机车就会无法度发动。就整个从那个刹车线那边从面板的配线那边攀附到龙头上方去。没有，修了20几年还没遇过。花草拢袂使奥多摆顶管，系啊，修过合。机车哪会生电呢？这电是为倒位来的？根据专家鉴定，这是核果糖，是台湾的原生种，爱有土加水才通生炭。这台机车内面的核果糖干那茎尔，这伊认为是机车停伤久拢无动。核果糖是为边仔空棒拖入去机车内底。核果糖的特征就是茎上有那个薄的翼，那是核果糖的特征。根一定要在土壤里上面才会有整条的它的茎，所以现在看到的照片里面全部都是茎，没有看到根，所以就是从外面穿进去的。机车行头家表示讲，过去唔捌遇到这款代志，嘛提醒民众机车莫停伫外口伤久，若真正发生这种状况，就要尽早处理。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电动公车安怎充电上有效率的？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有研发一套电动公车 AI 充电管理系统，通好来降低公车业者的营运成本。这套系统也挺好把这电动公车的充电停车场当作是城市的电池，万不因若失电，就当提供电给附近的设备。插充电头甲电动公车充电，电动公车驶倒去停车场准备充电。不过停车场的供电够有够用？安怎分配充电的时间会使较省电钱？这即马都要靠人工来计算。不过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有研发出新的智慧系统，把这复杂的工作交予 AI 去做。因为它现在有建立风不同小时的价格都差很多。比如说我现在车预估它将来在下半天的几个小时之内，它要用到的电量，现在它还够，它就不会在尖峰时间去鼓励它去充电。它会优先把那个已经降到警戒值的车辆优先让它去充，那其他能够待机的，它可能就不鼓励它去充。最传统一开始的话，他们的建制是车跟桩的比是1比1，我们现在建大概是1台充电桩，大概可以服务3台到5台。
公车。透过智慧系统来安排倒一台公车有紧急用电的需求，倒一台会当等安排伫离峰时间充电，靠 AI 到3天会当减轻业者的电价负担，也会当避免公车伫尖峰时间甲民众抢电。运输研究所去年底开始伫树林科学园区设置 AI 充电系统，未来这套系统也扩大应用伫强化电网，服务社区的紧急用电需求。所以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场站它其实也形同在园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备份的区域。所以在必要的状况之后，它其实刚才讲，它可以把这些电能再回送回给这个区域。研究所表示，今年开始将测验范围扩大到新北市、台中市。未来目标希望这套系统会当整合无共业者的充电条，提高使用效率。研究团队也正在研究把这套 AI 系统用在民众的电动小客车充电系统，扩大服务的车辆和范围。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新竹台大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利用智慧机器人透过 AI 系统来加这病院的消毒工作自动化，会当针对着无共款的物件进行无共款的消毒，那提升病院内面的安全卫生，也让消毒的工作变更较有效率。2024年。智慧机器人伫病院内面自动做消毒的工作，除了碰到障碍物会家己闪过以外，可以透过 AI 系统来针对无同的物件进行无同款的消毒方式。我们来看诊可以更放心，因为这个环境其实是充满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整个都已经完整的一个消毒了。机器人它是透过这个 AI 的镜头，然后它进去判定说它，比如说它是扶手还是门把，然后了解是它是什么物件之后，然后它会把这个讯号传回到里面的主机。新竹台大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透过第2代自动消毒机器人，除了消毒需要的时间会当比用人工减一半以外，上重要的是会当减轻病院清洁人员的负担。机器人进来之后呢，那其实对于我们目前呢，那所谓的在清洁人力上面呢，可以做一些更有效率的一些分配呢。那以及呢，对整个环境那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保障。透过一些 AI 的演算法，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场域、不同的物件去做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可以用最有效的效率跟最有效的一个参数，去达到一个最有效的效果。另外，还有紫外线杀菌等机器人，会晓依照环境来调整光线的角度，而且只要侦测有人入来，当咧消毒的房间，得连面停止紫外线杀菌，来确保人员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伫咧较早，若想要听歌，就要透过一块一块曲盘放歌来听。中华有文化工作室呢，邀请曲盘收藏家黄树豪来办讲座，对1910年代开始小解台湾的曲盘文化，带大家来欣赏到台湾100多年来台湾音乐。这块1930年代管的曲盘《桃花曲迄记》是由顺顺小姐主唱，嘛是第一首庆告全台湾带动流行的歌曲，有台湾头一条流行歌的称号。中华有文化工作室举办曲盘的文化讲座，邀请曲盘收藏家黄树豪来分享台湾曲盘的历史发展。透过老曲盘，透过较早的曲带，来带这台湾的台语的一寡最有名的歌谣的文化，台湾的流行歌曲盘的文化是安怎来？用音乐来带大人行入去台湾的一寡历史。咱即摆拢知影讲，咱即摆流行曲华语的歌是安怎唱，但是到底以前日本时代阵，到底伊是安怎唱歌，其实我做有兴趣的，有想要来听这个歌曲来做来听。黄树豪表示，1920、30年代因为录音技术的关系，歌手的声哨表现甲即阵真无共款，会当听出抖音台语的腔口差。其实你为这老唱片内底，你个听会清楚，即歌人的声音甲即卖的声，其实有真大的差别，各有伊的背景的音乐。为西乐到现在这种电子音乐，台语歌坛的路其实变化真大。
艺段唱曲、歌手纯纯带动的流行歌，一寡早年的台湾音乐发展，透过老曲盘记录落来。黄树豪就讲，听曲盘老歌，就亲像人咧讲的啉老茶，有侪侪沉甕底的音乐历史故事，是愈听愈滋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捌演戏的南韩心地奖界艺术家郑英辉，头一届伫咧台湾举办个人画展，佮含台湾的新奖囡仔做伙来创作作品，也要期待继续支持新兴奖界者。甲一条引入公宝贝为属的喜爱领巾为伫身躯，南韩有名的心地奖界艺术家郑文辉真欢喜，伊捌伫真有名的韩剧《咱的那条时光》内底，扮这女主角的双生阿姊英熙，即摆头一摆伫台湾举办个人画展，等于是包含诸位商家为数。大家好。이영이라고 합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伊即摆是着邀请到台湾的社福机构、甲新兴奖界公宝贝斗阵伫个业者赞助的即个杆仔顶面来彩绘，除了斗阵开拓即新兴奖界者的艺术能量，即作品也义卖用来照顾因。他们在这个瓶身上面做了艺术的创作，也是让他们展现了这个他们在艺术跟画画上面的一个才能。必须要让他们有空间去发挥、学习、展现生命的价值。珍慧她在画作的时候眼睛发光，然后嘴角充满微笑，就觉得真看到非常感动。虽说郑文辉定定伫 YouTube 个人频道分享家己的创作甲生活，也真关心新兴奖界者人权运动，吸引超过16万人次追踪。即摆头一摆来台湾举办个人画展，也要伫10月底搁再来台湾参加大日韩3地新兴奖界艺术家的交流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低气压影响到咱台湾的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偏乌，会有局部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那其他的所在，还有金门、马祖是多云，中昼过后会有局部下底雷公雨出现。那各地头的山区有机会落大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3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偏乌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